为着提升囡仔学本土语言的兴趣，高雄演造的深水国小是甲台语课程结合日常活动，甲这教室改做是超市，或者囡仔人来扮演人客甲头家，透过买菜买果子的活动，趣味学台语。免走，啥嘛免走。这样好看等去。他就讲后届过来交关，后届过来交关。拢无爱搁送一个。菜买好去柜台找头家算钱，两个囡仔伫买卖过程练习讲台语来互动。高雄演造的深水国小老师，甲教室打造成一个小小的超市，互囡仔透过物件买卖过程去学菜色、果子要安怎念，买卖物件过程是安怎做的，将教学结合生活，互囡仔趣味学讲台语。买菜，买菜哦，啊，你有学到啥无？有啥物物件？培林仔菜。送我啊，头家，后边我过来。深水国小全校学生只有24位，虽讲是小校，不过学校教学真用心，尤其是推广台语，因若打造一款浸水式的台语学习课程，平常时也鼓励其他科老师加用台语上课，因为深水国小的囡仔厝内底拢是讲台语较济，学校希望囡仔来学校自然讲台语。咱讲华语讲的就是种接地气啦吼，然后家校能够合作的是透过学校甲家庭哈。一致性的这个教学的目标，来使咱的母语的传承，会当更较成功。这柜啊，这是活动式的，所以你会当学白白。啊，若是顶悬的物件换掉，伊可能会变做册店，啊，可能会当变做饮料店，嘿，就无一定，嘿，啊，是当去安排。为了深化本土语言学习前景，113学年国教署选择深水国小在内3间学校试办。学校讲后续也会安排囡仔甲家长做过去参加台语认证考试，除了传承母语，也互囡仔对学台语这个代志有一个明确的目标。记者柯家如教育高雄场报道。